自从这个动部标出霸凌案了后，即马数发部论成建设司长咧陈明忠，伊嘛互人指控对下死大细声，而且伊阁用考绩甲人恐吓。即马陈明忠本人是表示讲，伊是真实的会来接受调查。也那部长黄建南是回应讲，即个调查报告12月11日会出来，一定会好好啊处理。 公部门霸凌案拓销甲各部会，司法部向标出顺成建设司长陈明忠哪像有霸凌情形，称在甲下死大声匹配叫甲骂，对话内底毋若讲屁想，阁看人无目的，甚至用考绩评比来吓惊公务人员。司法部长黄建南初时去立法院做预算报告，陈明忠陪同出席，对伤害司法部的形象是感觉真实的。这个事情造成这个整个部里面还有对我们部的形象的伤害啊。 深感抱歉。那我会深自检讨，然后接受调查。因为部里面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，我会接受调查。启动调查，我们有外部专家委员，昨天开始调查，那1个礼拜之内会有结果。黄建南讲，会加强内部的领导甲沟通的训练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林派雄是无认同，这个司法部关关相护，嘛模仿陈明忠顿椅顿倒。 大声匹配叫，甲黄建南问讲，这款甲下死乌白骂、乌白咧，敢算是霸凌？快看，核稿人是瞎了吗？你觉得这样算不算霸凌？我为我同仁所有同仁道歉，是应该道歉，因为我这个确实是我督导不周。也那治安署嘛传出工课场的霸凌，署长谢翠官表示，拢总有42个人离职，其中8个人是压力上大来请调，也那无适应的离职率是0.4%。 不过，立委认为相关的数据并无反映实际的情形。谢署长刚才所说明的42个人的离职，他只用8个人来作为一个计算的基础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欺骗社会大众。针对外界关心司法部掠诈骗的效果，黄建南表示，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正在进行公测，下载量达到12501人次。 发现通报的信息，大部分是假用公众人物的名来拍广告，甲金融投资诈骗的广告较侪。正式的版本按算明年就会上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